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15章，咱这个信心坚强的人，应该甲信心软弱的人斗担同担，毋通求互家己欢喜。咱逐个人着求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到利益，通建立信心。因为基督无求互家己欢喜，反倒亲像圣经所记载。侮辱你的人的侮辱，拢归伫我。早前所写的，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，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到盼望。愿使忍耐甲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同心志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，通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。所以，为着荣耀上帝，恁着互相接纳，亲像基督有接纳恁。我甲恁讲，基督诚做受割礼的人的册用，是要显示上帝的信息，通证明上帝对咱祖先的应允有实现，嘛要互外邦人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通归荣光互伊，照圣经所记载。所以，我要伫外邦人中间宣认你，唱歌学乐你的名。伊阁讲，外邦人啊，着甲上帝的子民做伙欢喜。伊阁讲，万国啊，着学乐主；万民啊，着上赞伊。以赛亚阁再讲，亚西的君为布衣，伊会起来统治外邦。外邦人拢会将盼望交托伊，愿使盼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盼望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我家己确信恁非常良善，充满逐款的知识，阁会晓互相可劝。毋过，我好胆写即张批互恁，甲恁提醒几点，因为上帝有赐我特别的恩典，通伫外邦人的中间服侍基督耶稣，做祭司宣讲上帝的福音，通互外邦人诚做圣神所圣化、上帝接纳的祭物。所以，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，我看服侍上帝最荣光。我毋敢讲别项代志，只有要讲即项，就是基督通过我的言语甲行为，用新约技术的能力，甲上帝的神的能力，互外邦人顺服上帝。所以对耶路撒冷周围，一直到伊利里哥地区，我逐所在去宣扬基督的福音。我决意无要伫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，则袂伫别人的地基顶起厝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毋捌听见伊的代志的人会看见，毋捌听见伊的人会明白。我有真济遍拄着阻挡，袂当去恁遐。毋过，呾伫遮个地区无别个所在通去，过几若年来，我一直在盼望会当去恁遐。即便要去西班牙的路中，我盼望会经过恁遐去看恁，先甲恁有一段时间欢喜的交陪，然后才互恁甲我送行继续去西班牙。毋过我现在着先去耶路撒冷供给遐个信徒的需要，因为马其顿甲阿该亚的教会欢喜献一笔钱，帮助耶路撒冷一寡散车的信徒。这是因欢喜做，其实嘛是因所欠的债。既然犹太信徒有甲外邦人分享属灵的福气，外邦的信徒应该伫物质上帮助因。听候我即项代志做好势，将全部的即笔钱交互因了后，才经过恁遐去西班牙。
我知我去恁遐一时，嘛会将基督丰富的恩典带去互恁。兄弟姊妹，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圣神所赐的疼心，我请恁尽力甲我做伙为着我祈求上帝，互我免受着犹太毋信的人的陷害，搁互我伫耶路撒冷办理讲级的代志，会得到信徒接纳。安尼，我就通欢欢喜喜照上帝的旨意去恁遐，甲恁做伙重新得到快乐。愿赐平安的上帝甲恁大家同在，阿们。